咱爱先合掌要来念佛号咧吼，咱摕心经迄本内底掀开找到开经词边仔有一段迄佛号来双手合掌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开经奇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得无，我今见闻必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心经各位前贤大家好。即马就要来读法界般若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法界般若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犹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，也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也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地也无地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以法界般若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以法界般若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法界般若蜜多，是大成就，是大明就，是无上就，是无顶顶就，能度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法界般若蜜多就，即说就曰：揭谛揭谛，般若揭谛，般若真揭谛，菩提萨婆有闲较骨来念的，有闲若困袂去，就爱念念这个咒语就揭谛揭谛，般若揭谛，般若真揭谛，菩提萨婆，一定爱甲背起好，各位前贤大家好，即马来看有翕